嘅消息，立法院2月7日的新会期就要开议啊！国民党团将伫1月底举行党团3场的改选，7连败立委赖士葆甲回归李干秀拢被点名做这个总调。李干秀是表示讲，若是党有需要的话，会全力以赴。啊，第11届立委评鉴年会是差不多52岁，40岁以下的嘛有真侪人。民进党会举办新科立委的强势营，请尤锡坤啊、郭建明来上课。 一共5个座位，对我来讲是不够的。方面我要扩增我的法案助理。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成功连任，那团队的人员要增加，搁上村新的办公室，那共时间下一名吴欣盈。 马瓜伫任期最后，亲身来办公室整理。国会新的会期，国民党团积极备战。1月30先举行党团3场的改选，其中总调的职务支持到相关的有7连8立委赖士葆、老将林德宏，也有港澳的开票机，成功个选调为李干秀。还没认真去想过这个问题。不过当然，如果党有需要，我会认真考虑。 我们都一定是配合党团的运作。李彦秀不管在哪一个角色，只要党有需要的地方，党团有需要的地方，我一定是全力以赴。虽然欠虚，也不过早就做好心理准备。毕竟，若是顺利当选，将会是国民党设政策会执行长32年以来头一个女性。 党内也分析，李干秀作为中生代，过去有经验，可以当和少年人沟通，是上好人选。那另外一边，民进党团也等咧准备。也有收到党团的通知，下礼拜就要去参加新生的共识营。我自己也开始跟几位不分区的立委在讨论，接下来进到立法院之后，我们会以连线团队作战的方式。 1月23将要举办新科立委强势营，尤锡坤和郭建明亲身传授高正审法，赖清德卖到场真情话话。是讲有被这群人加入来，第11届立委评鉴的年纪是52岁，40岁以下人嘛真多。自己是公共卫生的背景，那如果进到卫环委员会，对我来说比较好上手。那我也会希望自己可以帮过去这些相关的伙伴来发。 国会特别开议，新科立委早就做好准备，但被熄灯跑呼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